今次發生即係都好嚴重嘅一次嘅火災啦，係咪都係你自己職業生涯入邊最大嘅一個挑戰？呢一場火可以話係我30幾年做消防裏邊一個最大型嘅火警。火警一起初升到去3級，即係10零分鐘咧，我哋成個管理團隊，包括我在內咧，已經喺我哋嘅控制中心監察住整個火警嘅。咁中間就係發生咗同事發生咗意外啦，我已經係前往咗去醫院去探望個同事，探望咗佢家屬啦。我委派咗副處長咧去現場咧去做一個指揮，中間咧我哋仲要做一啲傳媒嘅發佈會啦，去令市民知道而家發生緊嗰個大火嘅情況啦，或者有啲家屬了解啦。而家整體嚟講，我哋動用咗大約係1300多人去處理呢個火警，其實係多過48小時。大部分嘅同事個管理團隊都冇休息過，希望就係想盡快處理到面前呢個咁大型嘅火警，拯救每一個生命。